侍女小谷急急腳走入嚟嗰陣，我成個人仲懵懵懂懂。無論邊個返工時走入茅房偷懶睇小說，睇下突然穿越入小說世界，都一定會嚇到呆晒。更加何況呢本小說離譜到令人拍台叫絕。女主李玉良係個為愛乜都唔理嘅痴情女子，夫君宋世傑帶返一個扮柔弱嘅心機女柳嬌嬌，夾硬立佢為妾，仲恃寵欺壓正妻。後嚟宋世傑因為觸怒天子，被皇上下旨抄家，宋世傑一家過得淒淒慘慘，最後仲要靠女主替人洗衫先勉強過日子。女主依然愛佢愛到死心塌地，無論如何都唔肯和離，甚至因此同娘家決裂。只可惜宋世傑根本冇將佢呢份心情放喺心上，心裏面由頭到尾都只有柳嬌嬌。最後柳嬌嬌攀上另一個權貴，轉頭就將宋世傑一腳踢開。呢個衰人先至浪子回頭，發現身邊原來一直有個不離不棄嘅李玉良。點知就喺兩個人準備重修舊好嗰陣，李玉良因為太過高興，一口氣接唔上，當場就斷咗氣。作者明明可以寫到一半就撒手不管，偏偏又敷衍淡補咗一個結局，算係有少少良心，但係實在唔多。我就係睇到太過火滾，用力拍咗公司個座廁一下，結果個座廁成個散開，而我亦都穿越咗。我甚至已經估到今日嘅熱門新聞會點寫：某間上市公司行政總裁因為返工時間偷睇荒唐小說，意外失足身亡。多年嚟喺商場上殺伐果斷嘅腦袋飛快轉動，今日正係宋世傑帶柳嬌嬌返府嘅日子。照住原本劇情發展，抄家聖旨應該會喺3日之後送到，仲有時間。諗到呢度，我猛然企起身。今日嘅事今日做完，小谷跟我行。小谷俾我嚇到成個人彈起。夫人倒又唔使急成咁，睇住佢一臉憐憫嘅眼神，顯然係以為我受刺激太大，已經神志失常。講話之間，外面傳嚟一陣喧鬧聲，隱隱約約可以聽見柳嬌嬌嬌聲話：世傑哥，姐姐一定會憎恨我。若果姐姐唔同意，我寧願做個丫鬟，一世留喺你身邊服侍你，只要可以日日相伴，嬌嬌就已經心滿意足。服侍你個大頭鬼！柳嬌嬌呢個人最虛偽造作，偏偏宋世傑仲覺得佢知規矩，識進退。同李玉良呢個為咗養家賺錢而出外拋頭露面嘅正妻相比，簡直好上唔知幾多倍。我行出房門，順手喺塊面上抹咗少少水，演技唔夠就靠道具搭救。夫君，我留喺府中替你侍奉公婆，操持家務，你如今卻帶住心上人返嚟，我呢粒心，其實宋世傑對李玉良根本唔熟悉，兩個人啱啱成親，佢就俾皇上連夜派出去打仗。甚至連新娘嘅紅蓋頭都未趕得切掀開，一走就係3年。佢可能點都估唔到，自己呢個素未謀面嘅夫人，竟然對佢用情如此之深。一時間當場愣住，落喺柳嬌嬌眼入邊，就變成宋世傑俾我嘅美貌迷住，有咗幾分動搖。佢心裏面即刻響起警號：世傑哥，我本來就係多餘㗎，就當我呢3年不離不棄嘅陪伴，只係一場夢啦。喲，原來真係有兩下手段，咁我就放心啦。宋世傑頓時俾溫柔似水嘅柳嬌嬌安撫住，板起塊面話：妒忌乃係大罪，邊個男人唔係妻妾成群？更加何況我如今已經係正4品將軍，說不定陛下嘅嘉獎好快就會送到，官職仲會再升。如今我只係立一個妾，你都要左攔右阻，成何體統？我抬起頭，眼淚含喺眼眶，似落未落啖，望住佢。你當真要俾柳姑娘入門？宋世傑斬釘截鐵淡話：我心意已決。柳嬌嬌縮喺佢懷入面，擺出一副離開男人就活唔落去嘅模樣。世傑哥，嬌嬌，我感動到熱淚盈眶，即刻行上前，一手捉實柳嬌嬌，即手唔放。你哋兩個簡直係天生一對地設一雙，我都感動到喊啦。點可以委屈真愛做妾？我呢個正室位置讓俾你，嗰個擇日不如撞日，不如今日就一次過辦晒，和離同娶親一齊搞掂。宋世傑同柳嬌嬌兩個都睇到呆晒，完全唔明白頭先仲愛到死去活嚟嘅我，點解眨眼就變咗第二個人？宋世傑喐咗喐嘴唇，倒又唔使做到咁，正室之位始終都係你嘅，你放心就得。咁點得？
和離係一定要嘅，柳姑娘點可以委屈做妾？宋世傑呢陣亦開始明白過嚟，眯住雙眼問我：你當真要和離？絕唔後悔。和離之後，你日後再想嫁翻俾我，就做唔翻正室。我一臉真誠淡望住佢，祝你哋百年好合，早生貴子。和離書麻煩寫快啲，多謝。宋世傑拉唔下面子，開口挽留我，再加上柳嬌嬌企喺旁邊滿臉期待，最後只可以嬲爆爆啖寫好和離書，一手掟到我面前。我接住同離書，撲命壓住不斷向上翹嘅嘴角，驚自己會忍唔住當場笑出聲。宋世傑一甩衣袖，轉身就走，我即刻出聲叫住佢等陣。宋世傑冷笑住冷轉身，咁快就後悔啦？你若果肯求我，我可以考慮一下。柳嬌嬌塊面瞬間變得唔多好睇，我連忙開口安慰佢：放心，放心，我做人係有原則㗎，掟咗個垃圾，邊個執到就歸邊個，冇人會同你爭。跟住我望向滿臉怒氣嘅宋世傑，你呢封和離書寫得唔夠清楚，嚟，我哋喺度加多一條，女方嫁妝全部歸女方所有。講笑咩？我大把嫁妝，憑乜嘢白白益你？等我帶住下人開開心心搬住嫁妝離開宋府嗰陣，宋世傑已經俾我激到一句說話都唔想再講，氣量咁細，仲叫宋世傑兩文錢我都嫌貴。小谷滿臉擔憂淡望住我，小姐，我哋往後可以點算啊？我雙手搭喺佢膊頭上面，你家小姐有冇錢？有，仲要有好多。你家小姐靚唔靚？靚，小姐喺京城都算係數一數二嘅美人。你家小姐有冇靠山？有，老爺如今官拜正二品。我攤開雙手，咁你仲擔心啲乜？小姐帶你過好日子去啦，上輩子日日做到冇停手，今世我只想清清閒閒過日子，諗下都覺得舒服。宋府入面隱約傳嚟宋世傑同柳嬌嬌爭執嘅聲音，聽落似乎係柳嬌嬌想做正室，但宋世傑冇答應，只係俾咗一個貴妾嘅名分佢。啫，咁快就嗌交啦？不過關我乜事？我帶住小谷喺街上四圍行，一路行，一路將自己和離嘅消息宣揚出去，唔使一個時辰，成個京城都傳遍晒。畢竟我做人一向小心，萬一所有人都唔知我已經和離，等宋家抄家嗰陣，連我都一齊牽連埋，咁點算？小谷十分誠懇淡提議：小姐，不如我哋先返李府啦，邊有人帶住成車嫁妝喺街上四圍行噶？我冇回答佢，因為我已經望到自己嘅目標。小谷，前面嗰座宅院係我嫁妝入面嘅產業嚟噶，係咪？快啲揾鎖匙。小谷聽到目瞪口呆，小姐，你打算自己住喺外面？我揚咗揚眉。喺古代，和離始終唔算係一件體面事。我的親兄長早已成親，膝下有一個仔，兩個女。我若果返去娘家長住，就算佢哋嘴上唔講乜嘢，外人始終會笑話，對李府幾個姑娘亦冇好處。更加何況一個人住幾自由自在。等我將嫁妝安置妥當之後，先帶住小谷返李府。爹娘一見到我，兩個人強忍住眼淚返嚟就好。我李家嘅女，大不了爹娘養你一世。我鼻頭一酸，悶悶淡回答：爹娘，你哋唔好喊，和離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兄長同嫂嫂亦一臉關切淡開口，我即刻叫人將你間房收拾好，今日就返屋企住啦。我笑住回答：我見嫁妝入邊有一座宅院，我十分中意，請爹娘准許女兒住喺嗰邊。爹娘愣咗一下，轉眼就明白我點解咁做。嫂嫂望住我嘅目光更加充滿感激。兄長下意識想開口反對，卻俾我先一步攔住。我知道爹娘、兄長、嫂嫂全部都係真心對我好，正因為咁，我先更加應該為佢哋着想。等我由李府出嚟嗰陣，懷入面塞到脹卜卜，裝住成疊大額銀票同地契，呢種就係幸福嘅感覺。家人覺得我受咗天大委屈，恨不得將所有家產都塞俾我。嫂嫂更加豪氣，直接送咗成條街嘅鋪頭俾我，話俾我做零用。聽講嗰度仲係京城最旺嘅小食街，感動到我爭啲當場喊出嚟。我即刻拍住心口保證，就算將來滄海變桑田，我哥唔再係我哥，你永遠都係我親嫂嫂。我哥黑晒塊面，直接將我掟出李府，有食有住，簡直係人生巔峰。我心滿意足淡返去自己座小院，啱啱行到門口就俾一個男人伸手攔住。你點解會住喺呢度？我用睇傻人嘅眼神望住佢。我自己間屋，中意點住就點住，年紀輕輕，
相貌亦生得極好，可惜個腦似乎有啲問題。我抬腳就想入去，個男人深深吸咗一口氣，努力令自己冷靜落嚟。姑娘唔好誤會，在下就住喺隔籬嗰座宅院，聽講呢間屋鬧鬼，姑娘不如搬去第二處，在下可以提供地方。我嘅腳步瞬間停低，鬧鬼呢番說話當真？男人微微一笑，以為終於將我嚇住。當然係真，小姐都係盡快搬走為妙。可惜我聽完之後，拔腿就衝入院入邊，只留低幾句說話喺風中飄蕩。鬧鬼好啊，夠熱鬧，唔知可唔可以湊夠一台人打牌？到時唔夠人，我再叫埋你。個男人黑晒塊面，眼神陰沉淡，企喺原地。我決定接落嚟先靜觀其變，一邊叫人收拾宅院，一邊等宋家抄家嗰度聖旨。點知第三日一大清早，我就迎嚟兩個不速之客。宋世傑同柳嬌嬌唔知抱住乜嘢心態，竟然大搖大擺走嚟睇我，仲美其名曰探望。柳嬌嬌緊緊挽住宋世傑隻手臂，一臉得意淡向我宣示主權，成塊面春風滿面。反而宋世傑面色有啲暗沉，眼底兩個黑眼圈重得嚇人。我一邊摸住隻貓，一邊好心提醒佢：後生仔要識得節制啊！宋世傑愣咗一下，先至反應過嚟我講緊乜。成塊面黑晒，咬牙切齒淡話：你呢啲日子過得幾好喎？我望住院入邊個土爐，一大片盛開嘅海棠花，樹底嗰個烤肉架，仲有懷入邊隻肥嘟嘟嘅桃貓，十分認同淡點咗點頭，的確比以前好得多。宋世傑睇落似乎有啲唔係滋味。你若果鬧夠咗，就返屋企啦，氣都應該出夠啦。我即刻提高警覺，邊個同你講我喺度出氣？和離書都已經寫咗，唔准反口噶。柳姑娘，你快啲管下佢。柳嬌嬌順勢扯住宋世傑隻手臂撒嬌：既然姐姐唔願意，夫君就唔好勉強佢啦。唔係個個人都明白夫君有幾好。佢仲環顧四周，似乎想揾啲唔如意嘅地方出嚟挑剔，點知望咗半日都揾唔到，眼底反而偷偷閃過一絲妒忌。呢間屋同個院，可係我花咗大筆銀兩重新修整。務求靚到閃盲你對眼。正正喺呢個時候，宋世傑個小廝急忙入嚟稟報：將軍，宮中有人過嚟宣讀聖旨。我哋三個嘅眼神一齊凝住，柳嬌嬌瞬間喜上眉梢，係咪要替夫君加官進爵？會唔會連我都封做乜夫人？我好心提醒佢，乜夫人只有正室先可以受封，可惜只換嚟佢一個白眼。你就係妒忌。我話俾你知，你以後再想嫁翻俾夫君都冇可能啦。宋世傑雖然冇開口，但睇落確實有幾分得意同期待。我亦都十分期待，好想睇下你哋接旨嗰一刻究竟會係乜嘢表情。心動不如行動。宋世傑同柳嬌嬌前腳離開，我後腳就跟咗上去。書入邊冇詳細交代宋家遭難嘅原因，我只知道大概係宋世傑喺邊關打咗勝仗之後口出狂言，自稱係當朝定海神針。後嚟呢番說話俾同佢不和嘅官員報咗上去，跟住又俾人翻出幾件小事，遭到多名官員聯名彈劾。皇上念喺宋世傑打過勝仗，冇過分追究，只係削去官職，查抄家產。宋世傑仲要捱100大板，最後只留翻一身破爛衣裳俾佢。對於呢件事，我只可以冷笑兩聲。定海神針呢4個字係你有資格講嘅咩？連皇上本人都未敢將呢個名號安喺自己身上。仲有，你呢個人緣未免混得太差。我坐喺宋府對面嘅茶樓，望住宋世傑，好似俾雷劈中一樣，眼白白睇住一箱又一箱財物俾人抬出嚟。柳嬌嬌撒潑打滾，想保住自己帶入府嗰幾件首飾，甚至伸手指住我：李玉娘嘅嫁妝全部俾佢搬走咗，各位大人快啲去查抄啊！孫子公公嘴角抽咗抽，人哋早就攞住官府蓋印嘅和離書，將自己嘅嫁妝搬走咗，嗰啲係李家嘅財產。呢位姑娘，你咁樣做未免太過分。抄完家之後，宋世傑俾人當眾按住打板，每一下都毫不留情淡落喺佢身上。起初佢仲可以死忍住，到後面實在太痛，再加上冇銀兩打點行刑嗰班人，人哋真係往死裏面打。宋世傑終於開始發出殺豬一樣嘅慘叫。小谷照住我嘅眼色，叫茶樓樂師停咗曲。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就住宋世傑嘅慘叫聲，一邊飲茶一邊食點心。李玉娘，我借咗你副身體，
呢個就算係我俾你嘅補償。等到曲終人散，我慢慢行去宋家宅院。呢座宅院亦都喺查抄範圍之內，即係話到聽日朝早，宋世傑同佢嘅真愛就要無家可歸，真係慘。請你哋繼續保持。我踏入門口嗰陣，宋世傑正挨緊今日第二餐打。宋父攞住一條扁擔，狠狠咁就住趴喺地上，連起身都起唔到嘅宋世傑。我同你娘只係去佛寺祈個福，你竟然將成頭家折騰到散晒。玉娘咁好嘅姑娘，你居然同佢和離，仲立咗一個乜嘢東西入門，仲話自己係定海神針嚟啊！你有本事企翻起身，等我睇下你到底有幾多斤兩。宋母面色不善淡望住柳嬌嬌，睇佢個樣，好似恨不得即刻行上前刮佢幾巴。按照書入邊嘅介紹，宋父同宋母其實都係好人，由始至終都一直護住李玉娘。可惜宋家被抄之後，兩個老人家怒火攻心，加上俾宋世傑同柳嬌嬌激到七竅生煙，冇過幾耐就先後離世。見到我行入門，屋入面所有人齊擦擦淡望過嚟。細父宋母一臉愧疚，似乎唔知應該點樣面對我。宋世傑雙眼一亮，仲以為我掛念舊情，心疼佢先至專程過嚟。柳嬌嬌就惡狠狠咁鬧我：你係咪專登嚟睇我哋笑話？你呢個蛇蠍心腸嘅女人！我嘴角抽咗抽，你個男人仲趴喺地上，你唔係應該先扶佢起身咩？趁住柳嬌嬌一臉唔情願行去扶起倒喺地上滿身泥污同鮮血嘅宋世傑嗰陣，我行到宋父面前：宋老大人，千祈唔好再打啦！宋世傑雙眼瞬間亮起，好似終於見到希望。世父留意到我已經改咗稱呼，宋父忍唔住長嘆一聲，就喺宋世傑滿臉期待等住我幫佢求情嗰陣，我繼續開口：打壞咗佢其實唔緊要，最重要係千祈唔好激壞你自己身子。宋世傑塊面瞬間變晒：玉娘，我完全唔理佢，就當佢把聲係背景雜音。宋老大人，呢間宅院恐怕聽日就要俾官府收翻，不如領二老先同我翻去暫住。宋父宋母連連擺手，話萬萬使唔得。反而柳嬌嬌聽到之後，一臉期待，眼神不停閃爍，似乎心入邊另有打算。最後宋父宋母喺我再三勸說之下，終於鬆口答應，但堅持只係暫住，一揾到合適宅院就會搬走。臨出門嗰陣，柳嬌嬌扶住宋世傑跟喺我哋身後，我故意扮作唔明，你哋跟住我做乜？柳嬌嬌理直氣壯淡回答：返屋企啊！我聽到忍唔住笑。你講邊間屋？我間屋係我嘅，關你哋乜事？我屋企地方太細，容唔落兩位。宋世傑塊面一陣紅一陣白，皺住眉頭淡話：你唔好再鬧啦，玉娘。我仲未來得切開口，宋父已經一啖口水吐到宋世傑塊面上。如果你揾唔到鏡，就去撒督尿，好好照下自己個樣，你都配得上玉娘。老夫真係後悔當初幫你定落呢門親事。柳嬌嬌喺後面不停叫囂，話我假好心扮好人，但係佢講再多又有乜用呢？宋家被抄嘅事情鬧得十分大，四周圍睇熱鬧嘅人亦都唔少。冇幾耐，成個京城都知道我不計前嫌，將宋父宋母接返屋企照顧。至於宋世傑同柳嬌嬌，唔好意思，千祈唔好問，問就係我已經傷透咗心，實在冇辦法面對佢哋呢份真愛。考慮到彼此之間始終有啲尷尬，我特登收拾出一座獨立院落安置二老，咁樣大家互不影響，倒日幾好。搬嘢嗰陣，我又同隔籬嗰個生得好睇，個腦卻似乎有病嘅鄰居撞個正着。我今日心情唔錯，仲主動揮手同佢打招呼。唔好意思啊，我最近一直都未見到鬼，所以冇叫你一齊打牌，實在係唔好意思。對方望住我，目瞪口呆，成塊面都寫住幾隻大字。佢點解仲未搬走？點解唔單止冇搬走，仲接咗兩個人返嚟？最後佢憤憤不平淡，一甩衣袖轉身離開。當晚我啱啱準備瞓覺，一把悠悠嘅聲音忽然傳嚟：還我命嚟！我死得好慘啊！陰風一陣接一陣，吹到我忍唔住打咗個呵欠。你點死㗎？節鬼明顯頓咗一下，過咗好一陣先支支吾啖回答：應該係俾人害死㗎。我又問：咁你係男鬼定女鬼？對方今次答得到係幾快，男鬼。我擰轉身，換咗個舒服姿勢。你一個堂堂大男人，既然俾人害死，
唔趕快去揾兇手報仇雪恨，反而走嚟我房門口不停念念叨叨。你唔覺得自己好失禮其他鬼咩？紙鬼沉默咗好一陣，最後落荒而逃。隔咗冇幾耐，我啱啱迷迷糊糊瞓着，又一把幽幽嘅聲音傳嚟，還我命嚟，我係女鬼啊！今次竟然識得搶答，我即刻翻身坐起，啱啱好，咁你可唔可以陪我去趟茅房？出面實在太黑，人哋好驚啊！女鬼亦沉默咗。好啦，第二日差唔多到正午，我喺院入面架起烤肉架，舒舒服服啖曬住太陽，等小谷將烤好嘅肉一塊一塊送入口。所以我爹娘帶住我哥嚟探我嗰陣，一入門就見到眼前呢幅畫面。我歪歪斜斜啖攤喺張躺椅上，懷入面攬住一隻大吉貓，左邊係我請返嚟嘅樂師，正在彈奏小曲，右邊有侍女替我撥線，小谷就喺旁邊任勞任怨啖燒肉，仲要負責將烤好嘅肉送到我嘴邊。所有人一見到我爹娘入門，尷尬啖全部停咗落嚟。我閉住雙眼，十分不滿啖開口：點解停晒？繼續奏樂，繼續跳舞。一把幽幽嘅聲音喺旁邊響起：唔係話心靈受到重大創傷，食唔安，瞓唔落咩？我嚇到成個人彈起，即刻擘開雙眼，就見我爹黑住塊面，企到離我唔夠一步遠。我尷尬啖，請爹娘同哥哥坐低，又行過去抱起哥哥個仔軒兒，順手將佢放喺台台上邊。我呢個不正係在撫平心靈創傷咩？我爹個樣擺明就係連半隻字都唔信，招呼大家食完一餐烤肉，又陪住玩咗一陣。爹娘臨走嗰陣，我攬實軒兒唔肯放手，軒兒真係可愛，不如留低同姑姑住幾日。我哥即刻伸手將個仔搶返去，唔准同你姑姑學到淨係識玩，荒廢心智。軒兒戀戀不捨啖黏轉頭望住院入面個陶陶，爹，我想。我哥毫不留情咁回答：你唔想。送爹娘出門嗰陣，啱啱撞正隔籬鄰居亦準備出門，身後仲跟住一男一女兩個隨從。我仲未來得切同佢打招呼，就見我爹端端正正行咗一禮。神見過三王子，三王子眼入面閃過一絲意外，望下我，又望下我爹。李大人，呢位係回殿下，呢位係神嘅小女。三王子意味深長淡漠咗一聲。我望住我爹，同三王子表面客氣，實際疏離淡交談，忍唔住摸咗摸下巴。雖然原作者冇詳細交代朝局，成日只顧住寫內宅爭鬥，但經過呢幾日觀察，我已經大概摸清眼前形勢。李家一向支持太子，而三王子趙展鵬又係出名同太子唔對付。但係睇我爹而家嘅表現，我再次摸咗摸下巴，斷定其中一定另有內情。當日深夜，因為朝早食烤肉食得太多，我喺床上反覆轉身，點都瞓唔住，索性爬上院入邊個涼亭頂，企得高，望得遠，呢種感覺真係爽快。正當我享受住清風吹面嗰陣，隔離院入邊忽然傳出房門打開嘅聲音，我循聲望過去，只見三王子趙展鵬同一個頭戴斗笠嘅人並肩行出嚟。趙展鵬仲十分細心地替對方拉好斗笠，哎呀，真係體貼。雖然呢個神秘人嘅身形望落似係個男人，但呢樣完全冇問題，真愛至上。正當我睇到津津有味嗰陣，涼亭頂上塊磚偏偏喺呢個時候松咗，啪嚓一聲脆響過後，我尷尬淡同趙展鵬四目相對，兩個人對望咗好一陣，我震住把聲開口：哎呀，最近唔知點解，我對眼忽然睇唔清嘢，我應該快啲去揾大夫睇下。我走先啦。一陣風咁離開之後，我就俾趙展鵬個隨從請到隔離院入面，對方仲未來得切開口，我已經搶先一步，唔好意思，打擾晒。月黑風高，你哋繼續。趙展鵬嘴角抽咗抽，你究竟睇到啲乜？我諗咗諗，十分誠懇淡回答：我睇到你哋為咗真愛，打破男女之間嘅界限，呢種精神實在值得我等學習。昏暗月色之下，我清楚睇到趙展鵬額頭有條青筋跳咗一下。過咗好一陣，趙展鵬先勉強順翻口氣，壓低聲音向身邊個神秘人解釋：佢係李尚書屋企嘅嫡女，前排和你一事鬧得滿城風雨，平日只係識得食日玩樂，應該唔會造成威脅。我即刻唔高興：你點樣講嘢㗎？我都未追究你為咗同人私下相會，專登扮鬼嚇我搬走呢件事。
趙展鵬直接無視私下相會幾個字，你最好將今晚見到嘅事爛喺肚入邊。我摸咗摸下巴，可以啊，俾1000兩封口費我。趙展鵬咬牙切齒淡話，你直情係獅子開大口。我揚咗揚眉，1000兩銀買你同太子經密道暗中會面呢個秘密，唔值得嗎？更加何況條密道仲由我在宅院下面穿過，佔用我家土地，點都要收返啲費用。四周圍嘅氣氛瞬間凝固，個神秘人慢慢摘低斗笠，露出一張溫和嘅臉，咁問李小姐究竟係點樣知道呢件事？我冇回答，只係伸出隻手。趙展鵬嘴入邊不停鬧鬧呢呢，最後都係掏出一張銀票俾我。我將銀票收好，心情十分愉快，但開口，一半係我估，一半係我特登講出嚟試你哋反應。趙展鵬睇個樣差少少，一口氣接唔上，當場暈死過去。我無奈但望住佢，使唔使咁啊？1000兩銀都咁肉赤，不如咁啦，我都唔白收你哋啲錢，順便俾幾句建議你哋。聽聞三王子同太子之間嘅爭鬥係近半年先突然越演越烈，我估10之8九係因為軍功卓著嘅大王子由邊關返到京城，太子同趙展鵬嘅面色頓時變咗。當今皇上膝下有3個仔，大王子係庶出，身份唔算高，但係軍功卓著；二王子就係當今太子，乃皇后嫡出，名正言順。三王子趙展鵬嘅母妃早逝之後俾人收養，皇上年紀越嚟越大，而大王子偏偏喺呢個時候回京，儲君之位，自然免不了要爭上一場。太子同趙展鵬故意喺外人面前爭鬥，只不過係想混淆視聽，將京城呢潭水搞得更加混亂，順便令大王子放低戒心。你哋大哥上蹿下跳折騰咗咁耐，皇上可曾有任何表示？人年紀越大就越忌諱死亡，大王子越係折騰，皇上就越會覺得佢狼子野心。每次望住自己逐漸衰弱嘅身體，你哋估皇上個心入邊會唔會高興？與其跟住大王子嘅步伐走，不如將心思放喺真正有權作主嗰個人身上。講完之後，我完全無視對面兩個人恍然大悟，又面面相覷嘅模樣，打咗個呵欠就返房瞓覺。身在局中，自然容易俾眼前嘅事情蒙住。過咗好一陣，太子先冷笑一聲，宋世傑當真係有眼無珠，放住一粒明珠唔要，偏偏執咗塊爛石頭返屋企。趙展鵬收返一直落喺我身上嘅目光，的確幾有意思。太子意味深長淡開口，能夠激到你呢張冰山面都跳晒腳，確實有意思。嗰晚之後，我並冇再花太多心思理會朝局。我之所以提點佢哋幾句，只係因為我爹向來企喺太子嗰邊。萬一大王子登上皇位，我爹自然會有好日子過。到時豈不是連我嘅清閒生活都會受到牽連？更加何況我最近正忙住將條小食街重新修整升級。嫂嫂送俾我嗰條小食街生意確實十分興旺，只不過大部分客人都係普通百姓，有錢有勢嘅人根本睇唔上眼，覺得街頭小食唔乾淨，又或者有失身份。於是我攞出一大筆銀兩，先將所有鋪面重新裝修，又改造晒各個櫃台，令每一樣小食嘅製作過程都可以俾客人睇得清清楚楚。同時仲加入酸辣粉、炸雞、小龍蝦等新菜式，生意轉眼就更加火爆。我每日最忙嘅事情就係坐喺屋企數銀兩，日子過得別提有幾舒心。呢日我帶住小谷去小食街，點知啱啱好撞見宋世傑同柳嬌嬌。呢陣柳嬌嬌正眼巴巴望住啱啱炸好出鍋嘅炸雞，扯住宋世傑嘅衣角撒嬌：世傑哥，人哋想食呢個啊！宋世傑問過價錢之後，皺住眉頭話：太貴啦，呢一份已經夠我哋食3日飯。柳嬌嬌面色一變，滿口怨氣淡話：嫁俾你之後，一日好日子都冇過過，仲要俾你連累，你真係冇用。宋世傑難以置信，但望住佢，好似完全冇辦法理解，眼前呢個女人就係幾日前仲口口聲聲話離開佢就活唔落去嗰個人。過咗好一陣，佢先咬住牙問：當初唔係你喊住話一定要跟我返屋企，就算做隻貓做隻狗都冇所謂咩？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但嗌起交嚟。我企喺旁邊睇得津津有味，嘴角差少少就裂到耳背。點知冷不防之間，趙展鵬突然喺旁邊冒咗出嚟，佢盯住我，嘴角微微抽搐，啖叫咗一聲：李小姐，
呢一下，所有人嘅目光都被吸引過嚟。宋世傑一見到我，即刻換上一副溫柔神色。玉良，估唔到會喺呢度見到你，你係特登過嚟揾我㗎。我面無表情淡望住佢。你同我早已和離，應該稱呼我做李小姐。另外，我今日係嚟巡視自己嘅生意，同你冇任何關係，千祈唔好自作多情。旁邊一個極為殷勤嘅伙計已經攞住今日嘅賬冊走上前，滿臉討好啖開口：果然都係李小姐有本事。自從你接手呢條小食街之後，盈利已經足足多咗3倍。宋世傑同柳嬌嬌目瞪口呆淡望住我，幾乎唔敢相信自己雙耳。喺佢哋眼入面，我最多只係一個家境好少少嘅千金小姐，根本冇乜本事。柳嬌嬌輕輕扯咗扯宋世傑衣角，又向住炸雞嗰邊使眼色。宋世傑拉唔下面子，開口求我，只係一臉不耐煩淡將佢隻手甩開。我勾起嘴角，今日本小姐心情好，在場所有人呢一餐都由我請。往後凡係家境貧寒嘅百姓，每日都可以嚟呢度領一份食物。柳嬌嬌仲未嚟得切高興，就聽到我繼續補充：不過呢位公子同呢位姑娘除外，諗嚟你哋應該都冇面走嚟食，係咪？柳嬌嬌嘅咒罵聲好快就被四周圍鼎沸嘅人聲完全蓋過，眾人開開心心啖點住自己想食嘅東西，嘴入面仲不停稱讚李小姐人靚心善，真係唔明白有啲人到底點諗，咁好嘅夫人竟然都唔要。係啊，人哋仲識得做生意賺銀兩。宋世傑同柳嬌嬌兩張面一陣紅一陣白，睇到我極為滿意，亦唔知有啲人塊面點解可以咁厚。宋世傑同柳嬌嬌死纏爛打，一路跟到我屋企門口，無論如何都要借住，口口聲聲話要照顧父母。小谷激到火冒三丈，正想將兩個人趕出去，卻俾我伸手攔住。可以，兩個人聽到之後，幾乎唔敢相信自己雙耳。佢哋大概亦都估唔到我會答應得咁乾脆。跟住我慢慢補充，房租方面睇你哋都拎唔出銀兩，我就唔收啦。不過你哋總唔可以白住，洗衫、劈柴、換一間柴房，肯就住低，唔肯就即刻滾蛋。兩個人互相望咗一眼，估計心入邊喺度盤算，我屋企前前後後都冇幾多人，可以有幾多衫要洗，又可以有幾多柴要劈。於是兩個人十分爽快淡答應落嚟。我喺心入邊暗暗發笑，一睇就知佢哋未真正捱過生活嘅苦。第二日朝早，柳嬌嬌望住眼前堆到好似一座小山咁高嘅衫，成個人當場呆住。旁邊嘅宋世傑亦好唔到幾多，成個院都堆滿等住佢去劈嘅木柴。兩個人對此表示強烈不滿，我卻十分淡定淡開口：呢啲條件係你情我願，兩位隨時都可以離開。最後兩個人只可以一路鬧鬧呢呢，一路開始做嘢。我滿意淡點咗點頭。小食街啲伙計待遇確實唔錯，每日都有無限木柴供應，仲包埋有人洗衫。冇過幾日，柳嬌嬌就已經受唔住。其實都唔可以完全怪佢，佢喺度辛辛苦苦洗衫嗰陣，我就喺旁邊瞓覺，當駝駝燒肉，聽小曲。換轉係邊個心入邊都一定唔舒服。佢好快就將主意打到趙展鵬身上。每次趙展鵬一出門，佢必定會打扮得一羅多姿，啱啱好喺對方面前出現。可惜趙展鵬一啲都唔識憐香惜玉。姑娘，你今朝若果冇洗面，就唔好行出門啦。真係睇到本王反胃。我匿喺院入邊偷聽，差少少笑到斷氣。不過冇過幾耐，柳嬌嬌連趙展鵬個人影都見唔到。趙展鵬成日一走，就好多日都唔返嚟，京城入面嘅氣氛亦漸漸變得緊張。我敏銳地察覺到皇位繼承人之爭應該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喺我三番四次叮囑所有人低調行事之後嘅第10日，京城終於變天。原本一路平步青雲嘅大王子，唔知因為乜嘢事激嬲咗皇上，被發配到偏遠封地，冇皇上召見，今生都唔准再返京城。手中兵權亦被收得乾乾淨淨，轉交到三王子趙展鵬手上，而太子就開始代皇上主持朝中大局。我忍唔住笑咗，皇上始終都係皇上，絕對唔可能容許任何一個王子獨攬大權。但係太子同趙展鵬之間嗰場爭鬥，確實瞞過咗所有人。皇上用趙展鵬制衡太子，從而穩固自己嘅皇位，實在令人不得不感嘆一句：帝王之家最是無情。
大局塵埃落定之後嘅一日朝早，我被外面一陣喧鬧聲吵醒，隱隱約約可以聽到女人嘅哭聲同男人嘅怒罵聲。我草草梳洗一番，就行出門睇熱鬧。趙展鵬雙手抱喺胸前，企喺院入面，柳嬌嬌趴喺地上，宋世傑就不停用手掌摑佢耳光。見到我出嚟，趙展鵬伸手指咗指地上嘅柳嬌嬌：李小姐，你自己睇下。呢個女人竟然走嚟爬本王張床，你係咪應該俾本王一個交代？我點咗點頭，表示確實應該。跟住苦口婆心淡勸柳嬌嬌，佢心入邊根本冇女人，你都要體諒下佢。趙展鵬頓時猛烈咳嗽起嚟，佔住隻手指住我：本王同你係咪有仇？我向佢遞咗個明白，我明白，大家低調啲嘅眼神。再睇翻柳嬌嬌，佢成個人已經慘不忍睹，本身隻腳就受咗傷。再加上俾宋世傑狂刮一輪，原本嬌嫩嘅面已經腫成一個沾滿泥嘅皮球，鼻下面甚至仲掛住兩行鼻涕。宋世傑指住佢破口大罵：你呢個喪門星，竟然夠膽俾老子戴綠帽！我而家就將你賣去青樓！就喺宋世傑仲想再踢佢兩腳嗰陣，柳嬌嬌忽然發狂，一手抱住宋世傑隻腳，將佢拉倒喺地，跟住成個人撲上前，一口狠狠咬住佢條頸，鮮血瞬間噴湧而出。等趙展鵬嘅隨從將兩個人分開嗰陣，宋世傑條頸已經被咬出一個大窿，連說話都講唔到。而柳嬌嬌就因為傷勢太重，再加上怒火攻心，當場斷咗氣。宋世傑雖然保住一條命，但從此之後講說話漏風，身體亦變得病病弱弱，下半世都離唔開湯藥。宋父宋母帶住佢返鄉下，臨走之前，兩位老人家望住我欲言又止。我擺咗擺手，表示過去一切是非恩怨，今日就全部煙消雲散。太子監國之後，開始重用李家，若果冇任何意外，至少3代之內，李家都唔會有乜大災大難。我嘅清閒生活終於可以一直維持落去。不過冇過幾耐，我又開始覺得日子太過無聊，於是喺一個月黑風高嘅夜晚，我偷偷留低一封信俾爹娘，帶住小谷、續貓。仲有一個高價請返嚟武功高強嘅女護衛，連夜偷偷離開京城。天下咁大，我想親自四處睇下。番外一，半夜時分，女護衛陪我去茅房解決人生大事。我百無聊賴，一邊用力一邊同佢閒話家常。小姐姐，我比你嘅工錢高啲，定係三王子比你嘅工錢高啲？對方完全冇防備，下意識就回答：自然係你比得高，你點知道㗎？我勾起嘴角，一半係我估，一半係我特登講出嚟試你反應。番外二，好多日之後，終於處理完手頭事情嘅趙展鵬快馬追上我哋。李大俠，帶埋我一齊行得唔得？我揚咗揚眉，10萬兩白銀。趙展鵬忍唔住笑：你呢個財迷！京城入面，太子望住擺喺眼前嘅兵符，再望住手入面封信，嘴角不停抽搐。封信十分簡短。只有一行字：我退休啦，記得準時發俸祿俾我。至於以後嘅事，洗洗瞓啦。你咁多做乜？